大家好啊！今日到我世紀21裕田地產啊，為大家介紹一個位於大埔市中心嘅屋苑——大埔廣場。而呢個單位総面積係488尺，兩房大廳嘅設計。咁啊，先睇睇客廳呢一個位置啦。咁啊，非常之闊落寬敞，兼且呢個單位咧就係全新裝修嘅。咁基本上梳化、電視打直打橫擺都可以，咁啊飯廳都係好闊落嘅。咁啊入門口有個玄關咧，咁呢度可以做櫃或者可以做多個士多房都可以嘅。望望廚房呢個位置啦，咁啊廚房非常之闊落全部裝修啊、櫥櫃啊。煮食爐、抽煙機都係全新嘅，有窗。咁至於客廳咧，就可以望到開揚嘅山景。好，洗手間。亦都係闊落市正，亦都係全新嘅裝修。我做咗一個企缸式嘅設計，有玻璃玉屏，熱水爐都係全新嘅。好，望一望個房間，咁有兩邊窗，咁一邊可以望到開揚嘅山景。另一邊窗咧可以望到市中心景啦，遠望有部分嘅海景。咁而細房亦都係十分之闊落。好，主人房呢個位置啦。咁原色咧就有一個衣櫃嘅位置嘅。咁放喺衣櫃之後咧，咁呢一邊咧可以放一張特大嘅雙人床，或者中間可以放書台都可以。咁呢邊同樣係望到開揚嘅市中心景觀啊。咁現時呢個單位咧已經係交吉㗎啦。咁如果各位有興趣參觀嘅話，可以聯絡返我哋世紀21裕田地產。多謝。